想學點樣用 MEXC 做多 long 同做空 short 賺錢？其實好簡單，俾我1分鐘教晒你。首先登入 MEXC 交易所，揀返期貨版面。做多即係預計幣價升，做空就係覺得會跌。揀好你想交易嘅幣種之後，上面就有 long 同 short 按鈕，直接選擇方向落單。MEXC 支援高達500倍槓桿，不過新手可以由細槓桿玩起，唔使太大風險住，揾啱方向加埋槓桿，利潤即刻幾何級升。睇下呢個實時利潤畫面，有啲玩家幾個鐘已經贏萬幾2萬美金，無論市升定跌，只要選啱方向 long or short 都可以賺錢。好似呢個用戶，一口 long RARE 就賺297%，成4萬幾蚊美金咁多，令人心心眼。你都可以有機會複製呢啲奇蹟。記得用呢條推廣碼註冊 MEXC， 即減20%手續費，玩得更加抵。新戶仲可以有高達1萬美金迎新獎勵，快啲行動啦！想入金都好方便，支持多種方式，快速充值即可開單盈利。一齊開返個 MEXC 戶口，學識做多做空，市升跌都無怕。